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9月16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1篇，箴言第30章第1到第10节，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1到第5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十字架的信息。今天的主题基本上是比较坚硬难懂的一个逻辑的思考了哈。我们讲到耶稣基督他受钉在十字架这样的记载，这是非常困难去了解的，也是许多人不愿意相信的。甚至曾经有人这样说怎么会有这么笨的人呢？他明明知道前面有危险，然后还继续的往前。是的，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信息，十字架的救恩是非常难以解释的。我们也看到保罗曾经这样说到，他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是在那些灭亡的人来说是愚蠢的，在我们得救的人来说是神的大能。这是两个极端这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第1章18节。十字架的道理信息真的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了解，都能够或是说都愿意接受的。但是对于相信的人来说，十字架的恩典，十字架救恩，十字架信息真的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他从天上降下来的救恩。为什么上帝的十字架拯救的信息这么难的理解？就好像我们在讲说那一条路人找不到，没有办法进去，也不是故意要让人家进不去，也不是故意要让人家很难理解。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世人一直想要用自己的理性、悟性来了解无限的上帝，也因此受到了限制。有限的无法去想到无限的，可是他们就是要这样想。哥林多前书第1章21到25节，他说世人凭着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上帝，上帝就乐意用人所认为愚蠢的道理来拯救那一些信的人。这个就是上帝的智慧了。我们说上帝的智慧，也可以说上帝是很幽默的了22节说犹太人是上帝要的是上帝的神迹，希腊人追求的是智慧，可是基督徒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认为这是绊脚石，在外邦人认为是愚蠢，但是那些蒙召的就是得救的人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就是上帝的能力，就是上帝的智慧。因为上帝的愚蠢总是比人还有智慧，因为上帝的软弱总是比人还要强壮。十字架的信息是给卑微的人，是给那些被人厌恶的人的，以及那些缺乏的、没有的这些人的救恩。对于那一些强壮的，圣经说要让他们羞愧，要把他们有的废掉。有智慧的人也要羞愧，要废弃聪明人的聪明，使一切属血气的不能够再自夸。对那一些自傲的、自以为聪明的，都要变成无有。
智慧的人在哪里？很爱辩的人在何处？夸口的如何夸口？圣经告诉我们，夸口的应当指着主来夸口。保罗在加拉太书第6章的12到14节这样说道：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徒的十字架受逼迫。他们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我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保罗用十字架来夸口呢？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人生就在使徒行传里面的记载。他自己本身其实是得到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才改变生命的。在过去他曾经迫害教会，迫害基督徒，在那个时候他是骄傲的。他曾经以为自己所做的是为了上帝而做，是很有功劳的，他做了非常多的事情。他说到：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上帝，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又领了他们达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士革去，要把在那里奉这道的人所拿，带他们到耶路撒冷去受刑。他是曾经这样子非常热心的在逼迫、迫害教会跟基督徒。可是当他降服之后，他谦卑之后，他就不再像刚刚读的这个经文一样夸口自己所做的。他所夸口的却是基督十字架的恩典。十字架的救恩信息并不是一个华丽的辞藻或是高深的学问。保罗也不用这样的方法来传递福音的信息。十字架福音的信息是一个实际的救恩，如同保罗自己在软弱，就是说他瞎眼那个时候，他所领受的。保罗又说：因此我到你们那里去的时候十分软弱，又害怕又战战兢兢。我所传的道，所传的福音，都不是用委婉动听的字眼，而是依靠圣灵的大能来证实的，使你们的信仰不根据人的智慧，而是以上帝的大能为基础。十字架的信息就是上帝大能的救恩。